今年台湾灯会伫高雄头摆用无人机表演空中飞行主灯，长知识特别增加无人机表演配合烟火。不过无人机表演的后段有真侪图形是无法度完整演出的。市政府表示讲，确认了后是有人故意用信号干扰。目前电信警察也正在调查信号来源。20暗时是台湾灯会无人机特别伫平常日增加演出，而且阁有烟火。爱河边啊有将近8万人来欣赏，想袂到后段演出，国旗的图形开始无完整，刷落来地球甲羽毛球国手戴资颖嘛拢无去啊。戴资颖完全不见了，完全走走。民众有淡薄失望，因为原地表演地球会震动，另外戴资颖伫空中阁会杀球。不过民众敢若看到天顶有真侪细粒灯光，最后的欢喜好夜嘛完全拢看无。这是高雄无人机演出头摆出状况，市府甲无人机厂商透明测试，1500台无人机拢正常。市府确认是有人挑故意干扰。起飞这个之前我们都要经过很多的测试，确认到说有在不同频段的采取的干扰所以包括警察局、电信警察也在全力的来侦办灯会无人机表演刷落来，阁有3天。电信警察目前正在调查，市府嘛希望民众到现场看表演，会当甲手机开飞行模式，避免干扰。记者邓家文、刘伟做高雄报道。